個波，吹個大個波，吹大個波波，玩啦波波，玩啦波波，玩啦波波。觀眾 ready， 有請我哋嘅沙灘特技人 Lorraine。馬來亞春色，綠野景致艷眼。以下內容請以健康性感角度欣賞，敬請留意。報告隊長，大清發現疑似沙灘特技人，唔使疑似啦，見到佢特級變身，呢種誘惑沙灘特技人 confirm that。10秒嘅晏晝入選 ViuTV 選美最後20強嘅劉永，就孖住個 friend 去沙灘，未變身就先興奮，變咗身35咩盤一噴無遺。之後 Lorraine 就帶大家進入動盪嘅世代，仲話你知有好身材的好處，拎住盒蜜瓜奶唔使用手嘅，用咩自己睇咧。玩到咁上下咧，齊住 Lorraine 拍埋條雪條，我宣告我血有盡收隊。每個港人都各有夢想，你嘅夢想又係咩呢？明星奧運會將於8月4日舉行，想同明星一齊做運動，快啲報名參加啦！